老式的准现节啊，检测有人专工找作者的麻烦，嫌这个题目无够台语口语化。应该是故意，也是调节的准现节啊。这爱用文我解说一下。故意调节是对内涵的论定，老师是简单对表面的印象尔。讲是安尼，大概也有人三无声有，不要紧。我甲准现节个代志讲了，就通知影我讲的老师甲故意调节是差伫倒位啊。准现节啊，汉草生做瘦个矮，自细汉因爸母就烦恼伊后摆膝头袂堪直，厝里家在趁做少，若带一个较严严的某，就养袂起啊。伫迄个农业需要大量人工劳力的时代，查某囡仔到14、15岁啊，就算大人，爱甲人相帮忙烧草、捕田、挂稻啊，种两项工课，要免啥气力。结果是骹手较少淡薄啊尔，袂去烦着人嫌。挂稻就无共啊，便若轮到甲伊斗一杆，要打拍切个机器桶，别人就爱加较出力。拖机器桶的时，嘛是拢另外迄个出较济力。买手，真济人挂稻啊，要做班的时，拢无爱互伊分业。有影是一枝草一点露，亲像准兄这款体材的，伊原来带着树皮的家后，迄时北庄有一个查某囡仔，要20岁啊，要做无人爱，毋是有啥物盔骹破相，人嘛无咧吸视，警察体格粗兼大骹步，买无下水的查某人会通穿，再来拢是穿查甫人咧穿的塔米啊。庄脚人欠袂做一个查某人，汉草粗无人会嫌。迄个姑娘上歹在是讲话大脑空，民间传讲若即款查某囡仔嘛是破格，互人上过误解，现象都袂成。有人报准兄因老爸，亲看到就介意啊，年冬寒定，袂年尾就带入门。准现说啊，一个查某人做事顶两个查甫人，拄过来要正个月，有番啊来掠猪，一只几百斤的猪皮啊，剥大锁，要讲你来过称，猪啊一直亮，佮吼甲公公叫，说要歹剥。准现说叫众人闪，小用逼一个，发一啊哈咻，家己甲猪啊抓起来，边的人才真说啊剥好势。庄内人喊讲，准兄带着这个养某稳苦的，哪知这个查某虽梦性地无好，对翁婿搁真温顺，下仔翁讲东就东，讲直是直，袂甲伊计较。有一摆，这人伫土地公庙骹的老墙仔边为好难，旧里啊笑准兄无路用，旧年挂稻啊也切包，无两抓就软骹去。话传去到准现所的耳孔，迄阵伊当咧掘菜园，低头袂赴放，总去找旧里啊，哪走地头顶头掉的土，搁哪落？旧里啊
拄伫门口埕咧举石链，看到准先生来，笑着问讲：“准先生啊，罕行。”这个恰查某无话无句，低头放掉，高手干两粒40斤的石链，赶悬，搁转落涂。干那看到涂骹落一空，规日一支嘴开开，唔敢加话，直会实咧找不是。准先生啊，自头到尾无讲到半句话，低头举咧，搁转去掘菜园。就安尼，从前无人敢搁凊彩翕相水鱼啊。我对水鱼这个印象袂歹，伊捌等着我，问我是啥人的囝，搁出13加24是偌济，即款的算数，互我答。若加了无叮当，会使我一个羊桃，也是柑仔做奖励。自细汉伫庄里，我著互人学了讲是挑囡仔，常常有人出算数，也是简单的卖菜，互我摇。有时我嘛会加摇了毋对去，对方会真欢喜。考到这个互人称呼做天才的囡仔，是真样的代志。了后，搁出另外一题互我算，即摆我著无细字甲算出来啊。水这啊，甲别人共款，若考到我一半摆啊，就会四过去等互人知。水兄带着好某，三顿款烧烧，衫裤穿秋秋，食好做勤考，初冬诶，拢互因某抢去做，变同庄上好命诶查甫人。有人讲，只有一顿烧，就会想要笑。一路海角仔头吹甲金死死，驶过去风烧，无偌久，就听讲甲着一个火气。水兄嫂有听到风声。伊也无要挑破面，甲因翁拍生惊，讲是想讲要甲草厝翻下厝，欠钱用，去学一担10岁，叫伊当去庄头路尾四过化卖，安尼较袂食饱相营热烧，惹风波。我所会记得，伊卖点政府用的番仔油、洗衫的扫帚、甲糖仔饼即款囡仔去食面。迄时完全还无开电火。番仔油是家家户户日常生活定着爱用的，洗衫嘛无地裤、雪纹、洗衫粉，有人用麻味纸洗，用扫帚的较济。